大王宣米八子觐见。你靠前来。大王，寡人一生做事决断，唯有在你和继儿的事情上处置的拖泥带水，心源不定，一直错过了立继儿为储君的恰当时机。大王，你为秦国的大业呕心沥血，臣妾会尽心照顾好继儿。大王，就不要再为臣妾和继儿的事情焦虑了。寡人从与你相识起，就知道月儿有普通女子没有的胸怀。你虽不系权势，但假若有一日大秦需要明月扶持，你万万不可以再推辞。此刻寡人就要走，不知道这十几年里，寡人是否有片刻得到过月儿的真心？大王待月儿如父如兄，月儿与大王同心同德。到底还是如父如兄。不，大王是芈月的夫君。还是叫老伯吧，老伯不怪你。寡人儿女成群，真要是有你这样的一个女儿多好。可惜寡人要走了。老伯不能走，月儿不让老伯走，老伯不能走。寡人也割舍不下你和继儿，剪一缕你的头发给寡人，可好？
月儿愿意等，等到老伯病愈后。果然精神好了些。你可愿再为寡人吹一曲啊？公元前311年，秦王嬴驷去世，谥号为秦惠文王。秦惠文王在位时，继续了商鞅之法，任用各国人才，占领汉中，收并巴蜀，北扫义渠，使得秦国领土面积骤然扩大数倍。秦惠文王是秦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一代君王。秦惠文王死后，由太子嬴荡继位，史称秦武王。
再有几日，新王就会依照先王的遗诏，分封宫里剩下的几位公子。不知继儿会被封到哪儿去？先王在世时，已给继儿做好打算。若不出意外，我们将赴蜀地。既然这样，香儿、慧儿还有木星，自然是要跟我们走的。剩下的人愿意走的一起走，实在有难处不能走的，多散些钱财，让他们各自也有好的去处。这么说，我们也应该尽早收拾行装，免得到时慌手慌脚的。倒也不用慌张。宣诏后，若真要启程，还有10日。再说路途遥远，东西带多了，反成累赘。